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开始伫全台湾展开连署，台北市的总部早起一开放，人就吵。最近又有风声讲，国民党佮民众党长的桥嘛，得要有结果咯。也毋过郭台铭办公室是批评讲，这是国民党在放话。早起还未到10点，郭台铭台北连署站的外口就排了要到30个人。必伫咧连署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就来表达支持。从2019就一直跟着他，我们很希望把他送进总统府，那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是第一次投票吗？对，换点颜色。请假来。市中的支持者、首投族的大学生，拢早身份证来连署，一早起就设置超过100份的连署书。郭台铭甲伊副手罗佩霞是出现伫咧邦桥站，严过这马团讲。国民党甲民众党已经讲好合作的进度，也达成未做伙边缘郭台铭。不过郭台铭办公室讲，这是国民党单方面伫咧放话，希望那遐唔能够再破坏在野的整合。国民党现在这种粗暴且粗糙的操作，已经成为在野整合的破坏者。选举本来就是堂堂正正的向社会大众争取大家的信任。不过，郭台铭甲民众党参选人郭文铁又该面对子弟兵、新北市长高虹安最近一寡争议的代志，唔知是不是连累到家己的选情。郭台铭改变进前支持的态度，是讲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。郭文铁也讲公事公办。我还是表明态度的，我也不认为高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的。不认同高安的每一件事情，是哪一件事情？这个私底下跟你讲的。另外，正好过两个争议之下。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下台，和外界认为会影响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领先优势。陈时中被请辞是配息放话挽救选情吗？但演变成食安议题，赖夫还是不讲吗？怎么看在野党批评避重就轻？对此，赖清德无正面回应。也那民进党内人士是讲，陈吉仲请辞的代志，赖清德并无参加相关讨论，认为只要是向民众解释清楚，并未影响选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